我哋而家咧公司就再額外提供一個咧，可以幫你減低成本嘅一個嘅方式，咁令到你哋用嗰個我哋嘅 ERP 嘅 system 嘅時候咧，更加有效果嘅。一方面咧就會提供一個叫報價嘅專員去幫你，咁我哋喺國內嗰邊咧都會有提供一個嘅服務啦，就唔需要你去請人啦，又唔需要有人事管理等等。如果係一般嘅報價咧，講緊係6000蚊港紙左右，已經可以安排到一個嘅同事喺國內用個系統幫你去做埋一啲嘅報價，所以你哋用我哋嘅系統時，只需要 top up 加一個嘅費用啦，咁已經有個同事咧係可以係喺個雲端上邊去安排同你去做溝通，根據你嘅要求咧可以做埋報價。咁而家你請人都比較困難嘅時候咧，呢個咧係一個減輕到你哋嘅成本壓力嘅一個方式，又唔需要花好多時間去教佢點樣個系統，因為我哋嗰個嘅同事已經係培訓咗㗎啦，咁基本上佢哋都識用我哋嘅 system 㗎啦。咁另外一個部分啦，就我哋都會嚟緊會陸陸續續都會推出唔同嘅服務俾大家啦。咁一啲係文員啦，咁另外一啲係會計，咁仲有一啲係識計嘅人士，咁可能大概係4000到2500蚊呢個範圍度，都係提翻啦。咁始終都係雲端嘅 ERP 咧，方便俾你哋喺唔同嘅地方都可以用緊同一個 database， 可以實時同步到你哋嘅數據。所以啦，有啲咩問題可以留言俾我哋，或者揾翻我哋專業嘅顧問去傾翻你哋嘅需求。